镜头来日本北海道的函馆市海岸，进前有规大堆鱼仔的尸体。这个鱼仔的尸体是真歹味，佮臭臭。这件代志就互人怀疑讲，敢是甲福岛老核废水入去大海有关系？日本的水产厅赶紧出面驳回讲毋是。大量云仔鱼等等鱼类的尸体对海影风冲击伫河边，对无人机对空中翕的画面，会当看出鱼群的尸体，甲几片海山波动砍掉的，看起来真惊人。这是北海道的南平，面对长庆海峡的函馆市边顶，初一早起，方发现有一大堆云仔鱼这鱼类的尸体，风冲击伫海岸。民众看到是拢错一个，但是有的人阁想要捡较完整的鱼，想要早登去厝食。当地水产专家讲，鱼群的尸体会风冲击在河边，其实是有当时啊都会发生，算是正常的现象。どんなことが考えられるかなっていう部分は、魚群がこうなんか大きな魚に追いかけられて疲弊してしまって、こう波で打ち寄せられたであると。这个事件嘛引起国外媒体的关注，英国每日邮报甚至用看起来真恐怖的标题写讲，伫日本开始排放福岛核电厂处理过污染水了后的3个月，就出现几千吨的死鱼仔风冲击伫海岸，社群网络佮大量流传这个消息。对这北海道当地政府和民间是真不满。日本农水省水产厅和水产专家讲，福岛和函馆是隔真远，另外辐射污染水造成鱼群大量死亡的讲法，完全是无科学根据的。公司新闻，徐家人编译。